立法委员陈廷辉上午会同农业部农粮署、台南农改场以及市府农业局等官员，伫个当地区长、里长甲农民的带领，实地来到新市区潭顶里的农田。农民表示，这一大片的稻仔园，伫进前的大雨过后，无到3天，就发现稻穗开始来焦黄，焦黄受损大约占了2/3。农民恐惊收成剩无到3成，因此向议员甲立委来陈情。2天后就开始发生啊，大叶啊拢袂有啊。伊讲这啊水经白啦，水经比较风透着，就是拢来拢回来。对。因为啊死心嘛哦，伊啊更什么头就是在这啦。哦，啊这水经了嘛，这大家个月吼，拢打去，这拢无好啦，哦，这拢无好嘛吼，咧水经啦，水经白啊。啊，所以这种物件吼，这超无1/3啦，本了2000斤啊，无1/3啦。后来经过农粮署甲农改场专家的鉴定，证实是水稻热病，因为受真菌的影响，如果初步无预防，恐惊影响的面积会哪来哪大。这是穗稻热病了哈，因为在生长的过程里面，在抽穗的过程里面，它环境里面如果有这些菌的话，在抽穗的过程，它那个菌附着在这个上面感染。它如果附着在这里，那就只有这一只会得到；但是它附着在这里，那就上面这里会得到。但是它这一个是在这里感染，感染以后，这个地方就水跟养分没有办法过去，水没有办法去，所以它很快就干了。啊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充实，所以这是属于真菌的穗稻热病。您有反映说这个会化学传染？菌本来就是会，但是你如果像我刚刚讲的有事先预防的话，啊，我管理上如果好，而且不要长，就是肥料不要施得太多的话，它叶片不会水平哈，就不会垂下来。然后植株不要太密的话，通风的话，它的效果就会比较好，就是比较不会改变这样子。后来经过立委甲农业部的协调，初步以申请农业保险来理赔，但因为农业保险甲一般天然灾害无同，必须要看收成量甲过去5冬的基本产量来比较，农民惊看会到，食袂到。对此，立委陈廷辉表示，除了会甲保险公司来协调，另外嘛将一并来检讨农业保险的制度。经营真正就严重。那因为我们的稻米都有强制保险，所以有强制保险，我们就要用保险这个区块来做一些协助的动作。但是现在又发现了，我们保险的处理是用所谓的总产量跟这个现有今年的产量去做对比。那你要少于确实这个低于这个2成，也就是你的损害有8成，才能去做这个保险的借申请哈。可是现在发现它的一个基准产量都过低了。它是5年基准产量的一个平均数。那这5年基准产量，这当中有太多的因素了。我们常常会等着拍泥当，那等着拍泥当，这当中所平均下去的一个状况，那就会造成所有这个产量还有我们实质收成的状况会有误差。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哈。那现在有共识的是以保险来做一些协助。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去解决的是，这个基本产量甲着实际产量有一个足大的落差。用这种基本产量吼，可能农民拢爱枵死啊。上午陪同会刊，还有当地议员陈碧玉加李伟智。议员表示，以该为地，因为涵盖潭顶、大社加永州等里，面积大约100公顷。如果以全新市区农产的面积152公顷，该地段大约占了2/3。至于受损的农害，议员嘛将要求区公所甲农业局爱来扩大采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